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國際政治有時就好似武俠小說，平時唔出聲嘅高手，一出手就係殺招。中國近日喺聯合國做咗一件史無前例嘅事，向193個會員國正式發文，將二戰後聯合國憲章中嘅敵國條款擺上台面，明刀明槍警告日本你嘅戰敗國身份。仲未解除，點解中國今次咁強硬？點解俄國突然公開波茨坦公告俄文版？歐盟高官仲要開口認中國二戰有功，馬上連線吉米同大家解讀。多謝如斯，今次中國喺聯合國嘅動作可以話係史上最硬。中國今次唔同你嘈，直接搬出聯合國憲章第53條、第107條嘅敵國條款，白紙黑字寫明二戰侵略國包括日本，若再挑釁，戰勝國有權隨時武力制止。呢招等於同全世界講，日本而家嘅軍事擴張根本係違反國際法嘅原罪。呢招有幾狠？等我同你拆解。歷史所候，敵國條款唔係擺設。中國今次唔係發備忘錄，係正式透過聯合國秘書處將敵國條款發俾全球193個，等於同全世界講，日本嘅戰敗國地位國際法上從未解除。你日本唔係成日話要正常國家咩？對唔住，國際法白紙黑字寫明你冇軍隊權、冇宣戰權，連修憲都要睇戰勝國面色。而家中國將呢份條款擺上台，即係同美國講，你當年同蘇聯、中國一齊簽嘅波茨坦公告，而家仲有冇效？俄羅斯仲要即刻助攻，公開波茨坦公告俄文版，仲加注日本主權僅限本州、北海道、九州4國，其他領土主張全部唔合法。俄歐聯手寶刀美國戰勝國身份，要定唔要？你以為中國孤軍作戰？大錯特錯！近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表示，中國人民喺二戰中為保衛家園同埋結束戰爭承受咗巨大苦難，藉此二戰亞洲戰場戰事結束80週年之際，歐盟向中國人民嘅勇氣致敬。呢句説話唔係客套，係歐盟首次正式承認中國二戰功勞。背後信號係歐洲都認同中國有權追究日本歷史責任。再加上俄羅斯公開波茨坦公告，等於中俄歐三方面夾擊。美國想幫日本洗白，但係波茨坦公告寫到明，日本主權僅限本土4島，永遠放棄武力威脅。美國而家撐日本軍事介入台海，等於自己刮自己，我要放棄戰勝國權利。旅遊斷流，中國旅客銳減，日本旅遊業大出血。你日本唔怕歷史審判，咁經濟失血怕唔怕？中國近日發出對日旅遊及留學警示，即刻引發連鎖反應，航班大規模取消，酒店預訂雪崩式下跌，景點門票退訂潮。日本旅遊局數據顯示，單係1個月內，中國旅客訂單暴跌80%，日本旅遊業損失超過300億日元。中國一朝旅遊斷流，等日本政客清楚知道歪曲歷史係要付出真金白銀代價。高市早苗點解咁癲？美國背後餵食咯。高市早苗成日狂言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，睇睇美國駐日大使伊曼紐爾點講。佢公開話美日同盟適用於台海，仲讚日本增加軍費符合國際秩序，明顯係美國背後開綠燈。美國為咗圍堵中國，不斷放任日本右翼突破和平憲法。一旦中日對抗升級，美國真係會為日本同中國全面開戰。睇下烏克蘭就知啦。最後受苦嘅只會係日本民眾。高市呢類政客卻可以繼續做佢嘅政治秀。多謝吉米。中國今次出手係警告日本，玩火者必自焚。高市早苗呢一類政客嘅瘋狂言行，唔單止令日本經濟受創，更可能將整個國家帶向危險邊緣。歷史已經寫低咗戰後秩序，任何想改寫歷史嘅人，最終只會成為國際社會嘅孤兒。你點睇中國今次強硬出手？留言話我知。歡迎私信俾我分享你嘅觀點，我哋下期見。蛋撻 TV 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住花生俾個 like。